Hello，大家好，朱春豪。早排內地連鎖便利店美宜佳賣煙仔出咗啲問題。廣東省煙草專賣局今日就公布啦，話針對2026廣東315晚會曝光美宜佳多地嘅門店存在銷售假煙嘅情況，採取咗系列嘅整治措施，全面督促連鎖便利店企業依法合規經營。截至3月31號，全省各級煙草專賣部門聯合相關部門檢查美宜佳便利店14,701戶次，立案查處566宗，共查獲涉案嘅捲煙306萬支。其中晚會曝光嘅10間門店都已經立案查處啦。據了解，省煙草專賣局對美宜佳總部開展行政約談，指出佢哋嘅品牌管理缺位、加盟門店監控不力等突出問題，要求企業立即開展自查自糾，限期提交書面整改方案，明確整改措施同完成時限。同時，省煙草專賣局督促美宜佳切實履行品牌方管理責任，加強對涉煙違法違規嘅零售客戶管理力度，敦促佢制定落實假一賠十嘅美宜佳公司先行賠付機制。隨後佢哋主動升級加盟協議，明確涉煙違法違規客戶嘅清退同懲罰條款，對存在售假、售私等嚴重涉煙違法違規行為嘅加盟門店要及時啟動解約程序，堅決清退違法主體。4月9號嘅時候，其實美宜佳已經通報話對排查中發現存在重大涉煙經營異常，而且不符合繼續合作條件嘅門店。公司已經依法依約同相關加盟商解除合作關係有606戶，其中廣東已經完成退出處理469家。睇翻廣東省煙草專賣局嘅數字，原來2026年第一季度全省共查處各類涉煙嘅案件4165宗，查獲嘅違法捲煙有近202萬條，數量都唔細嘅。至於美宜佳創立於1997年，隸屬於東莞市糖酒集團，係喺內地嘅第一家連鎖超市，而家已經成為全國門店數量排名第一嘅連鎖便利店品牌。全國有效門店超過4萬家，大家去珠海應該都周不時見到嘅。好，呢一集就睇到先，想支持我嘅訂閱，我哋下集見。